新嘅一年就快到啦，係咪好想知道自己嘅運勢點行呢？好多人都喺度問我，點解有人做生意風生水起，有人打工10年如一日？點解有人感情順風順水，有人點解次次都遇人不淑？其實唔關你夠唔夠努力嘅事，而係你未讀懂你自己嘅八字。我係振鴻師傅，鑽研八字命理超過20年，曾經喺通靈之王2攞到季軍。我唔係靠通靈之術，而係靠實實在在嘅八字功力。好多人以為八字係整定，我話俾你知啊，八字其實係你嘅人生說明書。邊個時候行運，邊段時間係你貴人位，點樣避開破財運，點樣把握嘅升職機會，全部都係有跡可尋嘅。所以我開設命理通解真傳課程，唔係教你認命，而係教你用命。4柱八字十神，一眼睇通睇透。大運流年點樣把握，再配合實用嘅風水調運嘅方法，等你好運加倍，衰運化解。你可能會驚八字好深奧，驚自己學唔識。我教過無數零基礎嘅學員，由睇到唔明天干地支，到而家可以自己斷吉凶。因為我嘅教法就係將複雜嘅內容變成生活用得着嘅智慧。新嘅一年，與其等人幫你改運，不如自己掌握命運嘅密碼。如果你都想擺脫迷惘，行出屬於自己嘅好運節奏，歡迎 WhatsApp 我嘅助理查詢同報名命理通解真傳課程啦。WhatsApp 係54724062。祝大家新嘅一年行運如魚得水，事業步步高升。